好，时间差不多了吧？我也很感谢那个好无用之地，他们很用心哦，很早就开始在宣传这个活动，然后大家今天才会这么多人，然后我也只是出了一点点小小的心意，就希望大家就把这个影像放在网络上，这样好不好？我们用歌声还我土地，建设美好未来。然后最后一首歌，有什么歌可以大家一起唱的？你们会唱吗？石头歌。难道要唱张悬的《宝贝》吗？是啊是啊。蓝天。谁会唱？可是我只会唱副歌而已，因为前面都是查马克唱的，所以我不大会唱前面。啊？前面我们唱，后面你唱。哦，后面，但是前面不能一直糊弄吧？对啊，很久没看到图腾了，我想办法好不好？看到我可以有1/5啊。不过很快啦，就是好了，我要讲什么？唱什么好呢？看到啊？拉千禧，好啊，来唱一首拉千禧，因为丰年祭快到了，对。我想回家了，都是你们害的，一直喝酒。好，这首歌是我自己写给部落的，然后我跟我们部落的兄弟姐妹感情都很好，所以每个人都很喜欢自己的家。但我觉得家就是看自己的个人的定义其实你也可以把这边当做自己的家，好好爱它，它就会变很漂亮，都是这样的，好吧？我们好好爱地球，把地球当家这样子。我们宁愿在这边被蚊子叮，也不要被核废料沾到，这样都好。拉千禧最后一首歌献给各位。下的太平洋一直蔚蓝着，太阳下的我们还一直在唱着，唱着我们的歌，唱着我们所有人，唱着我们的女子，唱着我们的女子，拉千禧，拉千禧，拉千禧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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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千禧。哦呀，我爱呀，那我爱呀，那呀哦呀，我爱呀，我爱呀呀，爱呀，爱呀，哦呀，我爱呀，那我爱呀，那呀哦呀，我爱呀，哦爱呀呀，爱呀，爱呀。天空下的太平洋一直蔚蓝着，太阳下的我们还一直在唱着，唱着我们的歌，唱着我们所有人，唱着我们的日子，唱着我们的名字。闪光像是闪光像，对不对？有点绕舌。闪光像是闪光像。闪光像是闪光像，闪光是闪光像。哦呀，我爱呀，那我爱呀，那呀哦呀，我爱呀，我爱呀呀，爱呀。
垃圾车都来了啦。好，那我们就希望大家，如果这场表演不是真的结束了，然后这个活动还会持续，然后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也多关心一下，这样好不好？我们就网络国界，我们在网络上相见了，不是视讯的意思哦。好，我们让阿嘎讲几句话。